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2月26号。这一期啊，咱們繼續胡聊胡適、胡指揮，還有胡一進老師啊。今天這個胡適的走勢啊，可以說是一波三折，一言難盡啊。雖然今天又收紅線啊，收了個陽線，實現了8連陽，但是啊，今天對金融消費者來說，那是相當的不妙啊，堪稱折磨啊。上證指數啊，窄幅震盪，漲了0.1%，截至收盤，上證指數漲0.1%，深圳成指漲0.54%，創業板指數漲0.14%。關鍵是啊，今天居然還放量了，全市場啊成交額是2.1萬億，這已經很久啊沒有回到2萬億以上了，比上個交易日啊放量2100億。所以說今天叫放量震盪啊，雖然是收的是8連陽，但是啊這個胡適啊，我記得走到一半的時候啊，上午啊要收盤之前突然跳水，下午啊勉強又彈回來收了一個紅線，這個叫驚魂一刻啊，不知道發生什麼變故了啊。也就是說，這個市場走得非常叫脆弱，叫這個神經兮兮啊，稍有風吹草動就要跳水。今天啊，1866家上漲，3413家下跌，跌多漲少，所以說对这個金融消費者來說，那是賺了一個指數8連陽，但是啊，恐怕這個賬戶啊又縮水不少，大盤的資金啊流出420億。這個盤中跳水啊，或許啊有一些什麼不好的消息，但是具體什麼消息咱也不知道。但是我想啊，它主要還是跟這個市場啊這些資金的這個高度緊張敏感有關係。因為現在到了這個4000點附近啊，就大家都猶猶豫豫，因為大家都沒有信心，都知道啊4000點這兒隨時會暴跌。今天這個新浪證券報道啊，界面新聞呢說，從產業資本到高管，年底券商股遭密集減持，牛市起手為何缺席慢牛行情？根據界面新聞統計啊，說11月以來已有至少4家券商股發布減持公告，涉及股東類型包括產業資本、金融機構以及公司高管，減持原因多集中於資產配置調整、補充經營資金以及個人資金需求等。其中1000億市值券商國信證券的減持動作備受注目。12月8號，國信證券公告第2大股東華潤生國投信託啊，也就是華潤信託啊，和第9大股東一汽同步拋出減持計劃。東方財富的高管則繼續減持，減持原因主要為償還股權激勵借款、繳納相關稅款以及個人資金需求。什麼意思呢？一般的慢牛行情啊，那肯定券商股啊是最主要的受益板塊，那麼意味着這個券商的啊這個利潤啊、市盈率啊等等都會有很好的表現，那自然啊券商的股價也會漲。按照這個邏輯啊，那這些大股東、二股東、高管他應該持股不動才對。海內外的機構都說2026年是大牛市，對吧？牛市一直延續到2027年，那怎麼券商還提前逃跑呢？提前要缺席這個牛市呢？啊，這就是界面新聞的意思啊。我們再看看啊，這個胡適的奇葩公司啊，首先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啊正式批准納斯達克交易所提出上調 IPO 流動性門檻方案，標誌着美國資本市場對上市公司監管框架發生系統性強化。新規將於2026年1月17日生效。中國企業赴美上市環境面臨質的變化，赴美融資門檻大幅提升，其中以淨收入標準上市的公司最低要求從500萬美元躍遷至1500萬美元，增幅達到200%，也就是標準啊提高200%。本來你盈利只要500萬美元就夠了，現在不行了，要1500万美元。同時啊，這個香港這個監管部門啊，最近也在一直啊要求他的這個什麼投行、券商要注意劣質 IPO 申請。这個香港證監會致函券商注意劣質 IPO 申請。考慮到去年港股 IPO 抽水冠絕全球，什麼意思啊？去年整個港股的這個上市的企業太多了，就是胡適不是不讓上市了嗎？為了胡適走牛市啊，不讓抽血。
所以很多企業啊，只好被迫到香港去抽血。哎，他等不及啊，没有办法啊，这些準備 IPO 的企業他等不及，他靠 IPO 續命，如果不上市，他馬上就崩盤。很多企業都這樣啊，因為沒能成功上市而崩盤的企業很多啊。你比如恆大、萬達，對吧？這是耳熟能詳的。由於這個去年啊，這個港股抽水太狠，造成港股流動性緊張，估計證監會也會進一步收緊大陸通的發放。今年港股 IPO 約100家，目前港股 IPO 排隊企業接近400家。如果收緊之後啊，如果就是說上市啊越來越難，那麼要消化完這麼多排隊 IPO 企業需要5年。這兩個新聞放到一起看，什麼意思呢？啊，實際上就是咱們中國企業啊最喜歡的2個融資市場，就是海外的啊這種資本市場，現在紛紛啊提高標準，因為啊來的太多，這個魚龍混雜。你看港股啊，很多新股一上市就破發，在滬市不讓他們上，哎，他們沒辦法，就被逼遠走他鄉，去港股，去這個納斯達克想找機會，但是那個地方更難，所以他們啊更願意是吧？削尖腦袋要讓滬市上滬市啊，要扎進滬市，為什麼呢？滬市水深吶，韭菜多啊，在滬市啊叫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我看今天一天啊就有多少個處罰啊！12月25日，貝青松公告，公司及實際控制人馬學軍於2025年12月25日收到中國證監會下發的立案告知書，因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根據相關法律法規，中國證監會決定對公司實際控制人馬學軍立案。這叫貝青松啊，這家這個做按摩器的龍頭企業啊，今天股價呀一度大跌，跌超16%。你說它這個按摩器啊，這個細分領域的龍頭，按理來說是有大好前景的，結果他也要搞這種啊違法違規，就那麼着急啊？根據媒體報道啊，說此次公司被立案主要與此前資金占用、違規擔保有關。這個經濟觀察報報道啊，叫科創信息虛增利潤72%，誰是這場財務魔術的共謀？12月23日晚，科創信息發布報告稱，公司及3名相關責任人收到中國證監會湖南監管局下發的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根據告知書，公司因在2023年半年報中虛增營業收入4632萬元，虛增利潤1279萬元，被認定構成信息披露違法違規。你看啊，虛增營業收入和虛增利潤就是財務造假呀。此次處罰並非科創信息首次因財務問題引發關注。2024年4月，公司曾披露關於公司前期會計差錯更正的公告，對前期財務數據進行更正。2024年7月，公司曾披露收到立案決定書公告。2024年8月，公司曾披露關於公司及相關人員收到湖南證監局警示函的公告。也就是說啊，他有前科，前面這個已經在這個賬本上啊，在這個他的這個財務上面做了手腳，但是後來進行了糾正，監管部門對他進行警告了，這屬於屢教不改啊。科創信息暴露的問題在 A 股市場並非偶然現象，近期已有福能東方、貴州百靈、81鋼鐵等多家上市公司因財報造假、信批違規等問題接連被證監會點名。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國家1級教授吳小球近日指出，我們現在有很多雷，上市公司老埋雷，老做假賬，短則2-3年，長則6-7年，終於有一天摟不住了。其言論直指當前 A 股市場中存在的財務造假頑疾。這是上市公司的財務造假啊。深圳商報報道啊，說督導持續走過場，第一創業子公司被罰1700萬元，2名保薦人同步領罰。12月25日晚間，第一創業公告，全資子公司一創投行因對宏達興業可轉債項目持續督導未勤勉盡責，收到中國證監會江蘇監管局行政處罰決定書。第一創業全資子公司第一創業證券承銷保薦有限責任公司因在宏達興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可轉債項目中涉嫌持續督導業務未勤勉盡責，10月29日，中國證監會決定對一創投行立案。也就是第一創業它不是個券商嗎？券商是咱們資本市場的叫看門人，對吧？讓你去督導這個宏達興業，宏達興業它發債啊，
可轉債，你作為券商啊，你去督導，也就是像輔導員的，給他整個的檢查，看看合規不合規，他的財務有沒有問題。結果好嗎？他去了這個沆瀣一氣，所以證監局啊對這個第一創業進行處罰。昨天咱們說過了啊，現在的處罰太多了，重拿輕犯，名義上是處罰，實際上是縱容和獎勵，所以對吧？這個上市公司造假案，它根本就杜絕不了。實際上我倒有個建議啊，因為考慮到這個5000多家上市公司裡面，恐怕大部分呢這財務都有問題，不如監管部門对吧也畫個線，比如說今年的財報允許上市公司對過去的所有的這個財報進行調整。大家也知道啊，有的上市公司啊，它當初剛上市的時候它就造假了，那個時候造假，它那個假呀就在基因裡面，它就一直會留到現在，它沒有辦法去改，這叫原罪。與其的抓都抓不完，還不如這樣对吧，畫一條線对吧，就是2025年年報大家可以洗澡，把過去的那些基因都洗了，你把你的報表調整準確的，過去的既往不咎。但是從2026年開始，只要發現你財務造假，就直接退市，就沒有什麼好廢話的對吧，不要這樣那樣的，就直接就退市，這個就是叫絕對的紅線對吧。與其讓他們帶病在這戰戰兢兢想辦法遮掩，又想辦法在那兒為了維持那個上市地位对吧，那各種造假，你還不如算了，允許你对吧，你把以前過去的就算了，那特殊歷史時期形成的，你们的財務報表你都改過來，既往不咎了。2025年以前的都不追究，2026年開始，你只要財務有造假，只要有一點假被發現，就直接就退市，否則的話就這麼滾下去，永遠也解決不了對吧。你看每天都抓出好多家這個財務造假，完了這個就是罰他，罰款多少錢，要麼就是警告，有什麼用呢對吧？你看天天都有，屢禁不止，那大家就有理由懷疑你這個監管對吧，是沒有這個能力監管呢，還是不願意管，還是說不敢管？那後面是不是對吧，背景太大，後台太硬，不敢動？所以每天隔一段時間抓一家這個後台不硬的，或者是後台犯了事的對吧，靠山塌了的這些公司出來，斬首示众對吧，罰他一下，讓這個金融消費者解解氣。我們再看這個積極學習那個網紅超市的什麼胖改的永輝超市，這又上新聞了。這個有一家媒體叫投資時間網說永輝超市為何計劃再拋紅旗連鎖逾4000萬股，減持不止。12月23日，紅旗連鎖發布股東減持預披露公告，永輝超市計劃自公告發布之日起15個交易日後3個月內，通過集中競價方式減持不超過1360萬股，通過大宗交易方式減持不超過2720萬股。公告發布次日，紅旗連鎖股價大幅低開後持續走弱，截至收盤，該股全天跌幅超 8%， 幾乎回吐了此前一周的累計漲幅。這已是永輝超市在2025年內第3次披露減持紅旗連鎖股份的計劃。這一舉措也反映出其近年來持續且有計劃的退出紅旗連鎖投資布局的意圖。永輝超市在2025年發布的減持計劃公告中明確表示，此舉出於自身資金需求，而這與其近年來面臨的經營壓力密切相關。財務數據顯示永輝超市2021年至2024年規模淨利潤分別是虧39億、27.6億、13.3億、14.7億。2025年前3季度再虧7.1億元，營運資金面臨較大壓力。截至2025年9月，公司資產負債率 89%。在此背景下，永輝超市除通過銀行信貸、發行債券等渠道融資外，還將處置所持上市公司股權作為回籠流動性、補充現金流的重要方式。什麼意思呢？也就是這個永輝超市也得甩賣資產，他沒錢了，這麼虧的吧，連虧4年。這個我記得永輝超市什麼學網紅超市胖改也改了2年了咋還不行呢？對吧？你改的效果到底怎麼樣？你倒說一說敢公布嗎？所以很多網友對吧，懷疑這個它就是一個炒作對吧？最早好像這個永輝超市對吧，什麼學網紅超市什麼改了門店200家，100多家200家改了，每一次一宣布對吧，那股價就漲停，1個漲停2個漲停，每一次一宣布就漲停。也就是说，到底是真的學人家這個網紅超市呢，還是在資本市場講故事興風作浪呢？答案不言自明你看到股價就知道了，就是割韭菜
因為這個金融消費者是最容易上當受騙的，仿佛這個網紅超市就是一劑靈丹妙藥，貼到哪兒就能好，对吧？給這個永輝超市一貼，永輝超市就好了，股價再次起飛。這些做局的人啊，就是利用這個心理，對吧？人家早就埋進去了，然後那邊宣布啊判改，股價就漲，這很多金融消費者就往裡衝啊，搶籌碼呀，人家順利啊，就是派發籌碼套現。我們經常看這個騙子的吧，是如何上當受騙的，電詐，對吧？還有一些老頭老太太是怎麼樣被理財啊騙的。今天啊，我看這央視專門報道了啊，叫職業背債人，有一個團伙啊，專門找那些要貸款，但是呢，他那個徵信恐怕有點問題，貸不了款，這就被那些騙子啊，就是中介盯上了，他就把這些人培養成職業背債人，白手套。近日啊，安徽铜陵市警方成功侦破一起新型特大職業背债人貸款詐騙案，揭開了橫跨全國10餘個省市的金融黑灰產犯罪網絡，涉案人員多達300餘人，涉案金額高達1600萬餘元。大家看視頻啊。事情還要從2025年年初的時候說起。當時在安徽铜陵一家銀行的自助服務區，一男子正在 ATM 機前反复操作，他一次次核对账户信息，發起取款請求。然而儘管屏幕上顯示餘額充足，但他的取款操作卻始終未能成功。疑惑之下，他前往櫃檯諮詢。我就到銀行裡問，銀行說你這個貸款說是詐騙，就把我控制起來了。銀行的工作人員告訴楊某，他的賬戶因為涉嫌詐騙已被凍結控制。隨後，楊某被扭送至公安機關。經審訊，楊某的真實身份和人生軌跡逐漸清晰起來。楊某曾於2007年因為搶劫盜竊罪被判刑，2022年刑滿釋放。出獄後，他因沾染了賭博惡習，欠下了巨額債務。就在楊某為錢犯愁的時候，一個所謂的貸款中介主動找上門來。給你辦什麼企業貸，先給你找貸什麼小額的，只要你到地方你配合我們就行了。如果貸20萬，就是你能拿8萬，其他的錢嘛就歸他們。在貸款中介的安排下，楊某乘車趕往銅陵，入住了中介指定的賓館。中介告訴他，接下來的2天需要在房間內專心準備並接受培訓。拿了那個材料叫我背，我是在銅陵市博物館上班，一個月工資是8000兩。就住在哪個小區幾零幾，就背這些東西。隨後，中介給楊某提供了一部專用手機，讓他下載了多款指定的 app， 並給他註冊了新的微信賬號。一切準備就緒後，中介便帶着楊某前往銀行正式辦理貸款。後邊嘛，就是操作手機的 APP， 給銀行的業務員加個微信，把在手機上這個交稅啊、什麼工資表發給他，他就直接拿個單子。叫我填了一下，簽個字，他說你就回家等就好了。2天後，楊某收到了貸款審批成功並放款的消息，於是他在中介的陪同下去銀行取錢。第一次是取到5萬塊錢，取過了錢就拿給他們，再帶一個人，他再去取錢，又取到5萬，他就再拿給他，錢取過了，他們就走了。貸款中介臨走前告知楊某，剩餘的錢款可由他自行支取。然而，當楊某再次來到 ATM 機前時，就出現了剛才短片中的那一幕：賬戶裡的錢無法取出。這背後究竟隱藏着怎樣的騙局呢？隨着警方調查的深入，一個新型犯罪群體的輪廓逐漸清晰。這些被稱作職業背債人的特殊群體，正在成為金融犯罪鏈條上的一環。據了解，他們通過出賣個人身份信息、徵信記錄，並偽造貸款資料，幫助犯罪團夥向銀行申請貸款。這些人只能獲取小部分的錢款，卻要承擔全部債務。經過我們調查，像楊某這樣的職業背債人並不是個案。本案中一共有8名貸款人到銅陵來進行貸款。2025年1月3日，銅陵一家銀行的工作人員前往當地的公安局經偵支隊報案，稱自去年12月至今年1月，已經陸續收到20多名同類型貸款人申報貸款，懷疑遭遇了貸款詐騙。這些貸款人的身份信息趨同，提供的材料也趨同，均包含全國住房公積金交易明細和個人所得稅的明細，但是在如此短時間內，如此高頻次持有相同類型材料的人同時申報貸款，這個尚屬首次，所以他們就比較懷疑相應這個情況的發生。
警方通過進一步調查，一個組織嚴密、分工明確、運作專業的特大犯罪網絡逐漸浮出水面。該團夥呈現高度專業化、鏈條化、隱蔽化的特徵。往年的案件，他是個人去作案，個人為了非法獲取這個銀行的貸款，去提供偽造的資料去進行貸款，貸款之後用於個人消費揮霍或者是其他非法途徑支出。但是這起案件它是一個團夥型的案件，而且涉及到全國多地，它層級分明，它有貸款組織者、貸款中介，還有貸款的工具人，在非法獲取貸款後，會通過層級層層進行劃分。與以往零散的貸款詐騙不同，該犯罪團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犯罪生態，從技術開發到人員招募，從材料準備到資金轉移，每個環節都有專人負責，形成了一條完整的產業鏈。經過我們梳理後發現，該犯罪團夥是以王某為首，其負責與全國範圍內各省市的主要貸款中介進行聯繫，隨後各省市的貸款中介在其所在省範圍內尋找有貸款需求的職業被債人，同時王某還負責與成都的這個技術公司單線聯繫，為職業被債人向銀行申領貸款提供虛假的 APP。在掌握充分證據後，安徽铜陵市公安局聯合各涉案地的警方展開了大規模跨省收網行動，兵分多路同步實施抓捕。我們已經挖掘拓展出涉及全國多地的犯罪線索。铜陵警方在安徽、四川、廣西、黑龍江等地成功抓獲包括以王某為首的犯罪團夥核心骨幹、地推中介、軟件開發人員在內的11名犯罪嫌疑人。由該團夥組織的到全國進行貸款的人員已經達到300多人，目前已經有90多名貸款工具人在全國範圍內各家銀行成功申領了貸款，涉案金額高達1600餘萬元。目前，楊某因為涉嫌貸款詐騙罪，被銅陵市公安機關採取刑事強制措施。以王某為首的犯罪團夥成員已經全部到案，並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下一步，公安機關將就此案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警方提醒，在數字經濟時代，金融犯罪正朝着專業化、鏈條化、隱蔽化的方向發展。犯罪團夥利用技術仿冒、心理誘騙和信息差，構建起龐大的犯罪生態。這不僅對金融機構的風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警示公眾必須提升法律與風險意識，切勿輕信無風險、高回報的謊言，保護好自己的身份信息和徵信記錄。實際上，我認為啊，對吧？這個純粹就是銀行有內鬼，跟這些犯罪分子勾結，但是他們不是直接勾結，他們是心知肚明。這種勾結就像那個南京博物院一樣，對吧？他充分的利用這個政策，鑽這個政策漏洞，你還拿他沒辦法，對吧？這個叫堡壘容易從內部攻破啊，就這個道理啊。這個叫什麼？家賊難防啊，因為他懂啊，他知道哪兒，對吧？有漏洞，內行人明白，對吧？他就通過這個鑑定你這個畫是贗品，那行，然後再根據政策，這個贗品不能收藏提出，對吧？這個從那個館藏系列裡拿出去，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正好政策來了，館藏的這些剔除館藏這東西可以賣，那他們就知道，對吧？你看這玩意雖然是假的，但是它很有價值啊，非常值錢，對吧？第一步就把它通過政策，人家都是利用政策啊，把它整到這個江蘇省文物商店，再通过文物商店，那就合法把它賣出去了，以极低的價格賣給一個所謂的顧客。你看啊，人家都是通過這些，所以說啊，這些什麼職業背債人，他能在銀行能夠順利貸上款，這本身是銀行的問題，對吧？這實際上就說明我們金融行業的管理那是相當的混亂，對吧？就是這個職業背債人他自己去貸款貸不了，貸不到，但是為什麼通過這些犯罪分子他就能貸得上呢？所以說，我們的金融行業這漏洞到底有多大，窟窿到底有多大，誰也不知道。最後我們再看一看啊，這胡锡進老師，我看胡锡进老師今天發了一個非常長的評論啊，說的是老登。胡锡进說，老登是今年新竄紅的網上流行詞，賈國龍、俞敏洪等被掛了這個頭銜。賈國龍是因為西貝被羅永浩罵了，不知深淺的回懟；俞敏洪是因為不合時宜的從南極寫了那封信。著名的國酒茅台今年一路跌價，成了老登股的代表。說老登既是年齡，也是感覺和評判，這個標籤非常嚴厲，也有點戲謔，也有點損啊。胡锡進寫的很長啊，我就不介紹了。他總之啊，他的意思就是啊，這些老登都很成功啊，其中啊，俞敏洪還成功2回
賈國龍也很成功，說今天的中燈、小燈們未必能做到像他那樣，一旦遭遇重大挫折，還能夠重新站起來。我們的社會需要有序傳承，江山代有才人出，什麼都會老，多新的東西都會褪色。老燈這個詞原本出自東北方言，被互聯網借用過來爆款流行，但我猜隨着使用場景的越来越多，它的含義也将越来越丰富。除了表達戏謔，它還會逐漸沉澱出人們對褪色英雄的致敬。这個胡一靜老師啊，完全就開始胡說八道啊。也就是說啊，這個年輕人為什麼說他們叫老燈呢？不是因為他們成功，也不是因為他們失敗，對吧？跟成功失敗沒關係，而是說這一批所謂的啊，在過去看來叫成功人士，所謂的成功人士呢，那怎么沒人說這個馬雲是老燈呢？對吧？也沒人說這個馬化騰是老燈，對吧？也沒人說這個馬斯克叫老燈呢。所以老燈不是說他財富，也不是說他的成功，是指所謂的成功企業家，他總是啊，按照他們的那個標準、那個眼光、那個尺子去衡量現在的年輕人。他們還活在過去那個時代，就是他們雖然財富等身，对吧？財富很多，但是他們的思想並沒有與時俱進，或者他們現在還在賺錢，利用慣性，對吧？還在成功，繼續成功，但是他的思想沒有跟上時代，所以遭到年輕人的鄙視。不是說他有錢或者沒錢，不是說他有錢失敗了或者是沒錢，對吧？是說他的思想沒有跟上，他還是妄圖啊用過去的那一套來要求現在的年輕人，不理解年輕人當下的處境，沒有辦法跟現在的年輕人共情，所以給他們扣了個老燈的帽子，不是這個意思嗎？但賈國龍，對吧？你看他那個嘴臉，還有那個巴奴火鍋，是吧？哎，你5000塊錢你就別吃火鍋了，你吃麻辣燙吧。還有什麼？還有那個賣水果的，是吧？你吃不起好水果，咱們這個叫什麼水果啊？總之啊，這所謂的企業家，換種說法啊，就是這些所謂的成功企業家，他也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就像人民日報說的，只有什麼什麼的，對吧？只有時代的什麼什麼，沒有什麼什麼時代，就這意思啊，都是時代產物，對吧？也就是說啊，這些老燈企業家如果讓他現在啊跟年輕人一樣白手起家，他未必能成功，說不定輸得更慘。換種說法，就反過來說，現在的年輕人要在過去那個年代，當然他也未必能成功啊，一樣的，对吧？這都是不同時代的一個產物。那麼從這個時代到那個時代，如果你思想跟不上，那你就脫節了，脫節了你就是老燈，而脫節了你還堅持你過去那個固有的觀念，那就是老燈。哎，就這意思啊。所以說胡一靜老師在這扯什麼這個那個的，什麼新一代企業家、老一代企業家，這麼一大堆的，很多所謂的企業家年紀也很大，但是沒人說他是老燈，因為他的觀念比較超前，對吧？他的思想比較這個接地氣。很多這個所謂的企業家，他還活在上個世紀90年代，或者這個世紀，對吧？2000年的時候，他懷念那個時候的這個民風淳樸，對吧？賈國龍最近是接受媒體採訪，說他不該回懟這個羅永浩，大概意思就是他不懂互聯網。這回才認識到他不懂互聯網，不懂互聯網難道是網民的錯嗎？難道是消費者的錯嗎？對吧？他自己反省，原來是他的錯，對吧？你要與時俱進吶，對吧？你要知道現在的消費者他是什麼樣一個心情，對吧？他是什麼樣的一個環境，什麼樣的一個經濟背景。也就是說啊，這些老燈企業家，你要關心當下年輕人，對吧？你要關心1200萬大學生他一畢業就找不到工作，你要關心現在很多人要被裁掉，對吧？要失業，你要關心這些人買套房現在要貸款賣房，賣房還貸款。這些老燈企業家對這些啊視而不見，總覺得都是你這些年輕人矯情，對吧？你不能吃苦嗎？你有沒有問一下自己，你努力了嗎？實際上胡一靜啊，某種程度上也屬於老燈，為什麼呢？就是說他思想還停留在過去。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